康内丰泰扫转台苏澳公路惠德凤康放弃，秀林乡罕见出现假雷风，厝顶掀起电条倒规排。美国大选倒打算剩5天就要办，统计已经超过6500万人完成投票，打破美国大选的纪录。日本富士山今年冬天到打在1月也未落第一场雪起白雾啊，创下130年来上晚落雪纪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关心空内风台消息。讲到昨风台风雨是真透，花莲的倒溪乡甲万荣乡车路变溪流，房山是冲入到厝内门厅头。住户是哪清哪怨，讲这管府为怎样无法刷地来动？另外，伫咧花莲水水的基美部落对外花64管道，即马是已经登去等待拍通。自一透早就开始清理，一楼全部拢是土沙，受到前一个月风台迷心内正惊讲水会淹起来。红桥村和土就流清洗，80几岁阿嬷已经做袂顶当啊，嫌过看到规厝间的家具拢浸伫咧水的，无法度继续做，唔知影当时才清会煞。我们也喊了，可以给我沙包吗？没有人给我，没有人理我们，也没有人经过我的家。所以昨天那个水淹，我跟你讲，这里哦是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淹到这里。假如往那一边的话，直接灭顶。康瑞台风这个降下非常大的好大雨，5级累积雨量，这可能是突破了每一次的台风的最高雨量。这整个这个防洪断面的部分，以及我们整个可能要做中央和地方一起共同的讨论。连接水尾甲方平乡的花64管道是基美部落族人出外唯一的路。严过即马因为风台侵蚀变做孤岛，有万生病的族人身体无爽快，爱去看医生。公所即马已经派机具自水尾往基美的方向抢通，部落也已经停电2天。台电讲爱路会通，才有在条去处理。刚过台风，想要从瑞穗进来，结果还没开1公里就遇到这种状况。可能也回不去吧，看可不可以公部门来亲自下来视巡一下，看一下这个华流事件到底有多惨。高瓦山龙田路的路基拢予大水水甲空去，真侪所在看头就车无法度过。方平乡真侪路受损，尤其北里湾部落的花51管道崩半平，新社村第11、3上北的车道予大型上甲落落去，车子是无法进入。伫玉里镇大高山兴国路有路牌予风吹甲登去，大地铁片摔喺涂骹。就知影迄当阵风台威力偌大，由于高中学校内面就倒甲规涂骹，校舍也漏水。校长希望各军会当伫这2天先来斗3天，和后礼拜的学生会当转来上课。树木的部分就是被吹倒很多，然后我们3楼的屋顶也大部分都被吹下来。北营有地分区民族街差不多60公尺的墙位啊倒去，虽然车也有法度过，因故为了安全，已经联络人赶紧来抢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花莲塔鲁谷昨2个节气的翁仔某爬山失踪，加在最后是有顺利甲救到。苏澳公路惠德凤康放弃是暗锁明道才会拍通。因秀林乡是罕见出现假雷风，有真侪徛喺厝顶拢去互掀起，这电条嘛是倒规排，村民是心惊惊。空勤乌英直升机吊挂并安得救了后，杰克一翁某真感谢2人发送求证去了后，就伫原地等，互搜救人员顺利找到。这是因第1摆来台湾爬山，本来就是10月底，毋是风台季节，而且入山时阵天气袂歹，想袂到煞拄着风台。在空对强风大雨影响之下，大高山所下路人真实所在，路石崩塌，土石流在前。上严重是大高山惠德凤康北平大量土石大裂，长度300公尺，宽15公尺，平均高度约4公尺。东澳还有东澳到南澳、台九町跟共建路段和平到河中的部分有一些落石坍方也是早上9点就抢通的。和仁到崇德的部分，惠德隧道前面的一个土石流量体大概12000方，最快到明天中午的时候进行抢通。我们的侧门不敌强风，这个被吹歪。秀林乡嘉明村是伫风台当中，个另外拄到假雷风，厝顶假上天，路边的电火条啊断去，台电人员抢修，有9支的电火条向南平倒，差不多10几户徛家被破坏，好在无人员伤亡。
10点多的时候，就突然听到很大声的一个棒，我们以为是土石流，就一出来看，我们旁边屋顶也都被吹掉，然后那边还有一堆那个西行钢，应该是从其他地方被卷过来的。另外，北滨沿岸经过风台大水雨过后，出现大量水落差，数量真多。为美仑溪出海口甲北滨的海面满满拢是，因为以前捌看过这种情形，过路的民众看甲是咧得志，较特别是空气当中佫充满真高的柴苦的香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宜兰的碧效温泉对外道路是有800公尺长的路段，地基起好溪水强起，按算爱一路等到明年才有通拍通。另外，伫咧台七线嘛有真侪所在拢放山，农业损失的部分统计全县受23公顷受灾，其中山爱损失是上界严重，有占超过一半。车路和土石拢砍掉，太平山的顺山园桥倒摆，只会当用砍得过。空瑞风台重创宜兰山区的车路，太平山顶的车路要修复，推估需要3天的时间，连开园的时间搁评估。初估我们预计可能需要3个工作天来进行抢修工作。元旦游乐区预计会休园到礼拜天。在土石流内面，怪手是积极在抢修道路。宜兰的台七线和台七甲线，因为山区的大水河，遮侪路拢是石头落倒来，帮山只好暂时封起来。但山顶罂粟部落的居民嘛是当去。那目前接驳车的部分就是先下去做准备，等到路通了之后，我们就要把一些独居的长者把他们一起载回来服务。宜兰碧效温泉另外道路嘛发生差不多800公尺长的路基，和南澳北溪向引起来的溪水冲较无去。南澳乡公所推估路要修理好，可能要等到明年。碧效温泉恐惊要暂停营运。上一次台米台风所造成的那个土石流，我们也都还没有说清得很清楚。那又加上这一次，所以又造成目前现在所在地啊，又再次掏空了哦。田内面的酸仔苗和土所砍掉，这摆风台宜兰嘛出现大面积的农损。根据县政府的统计，面积已经到23.5公顷，包括高丽菜、葱啊等等。但是上严重的嘛是9月才拄种，搁伫摇标期的酸仔，因为大多数拢种伫个南洋溪河床，栽种面积已经到14公顷。即摆迄个沙伞覆盖伫迄个顶面，是覆盖伫顶面。伊就是一直死路一条。应该这个所在啦。三星青州2路因为水淹去民家厝，县政府替21个人找因拢总返去厝开始整理。主体甲烧接了，甲用一个抽水站，设一个闸门。安尼才是真彻底的解决啦。青州2路因为地势较低，定发生淹水的问题，互居民因为水灾真艰苦，地方向中央争取，希望延长补换，而且伫当地设抽水站，彻底解决水患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空雷风台，昨尾阿嬷是对婚姻的未了出海，不过昨暗这台北的风却是愈暗愈透，嘛造成内湖一个骑机车的查甫人去互倒去的电条地势。专家表示讲，这是因为风台尾顺这台北盆地地势xuất过来，嘛造成一个隔孤楼的效应，这风势才会遐尼强。空热风台停落了后，带来真强风势，台北市出现10个以上阵风。有一个机车骑士顶个月31出外买暗顿，煞无细致拄着因为强风吹倒的路树，路树佫缀着电火条佫缀着这个机车骑士送医救无倒来，佫该关心为啥台北市出现亚南风势呢？专家分析，这是因为隔固流效应。流体在通过一个地形的时候，然后它采取绕行的状况，那在绕行的那两端，它会有一个加速的状况，这个叫做角鱼效应。这一次的话，它是有进到台北盆地里面，而且风的状况还蛮强的。昨天晚上的阵风有观测到11、2级。气象署表示，空热风台伫换经过程中，因为高压甲低压产生落差，加上东北风加强风向，风向甲海峡产生异降效应，导致西半部地区也真紧感受强风。空热风台佫是台湾为1958年以来上万用强大强度定落风台。气象专家加新兴统计历年来风台侵台期间，台北7站测到上强的强风记录，第一名是2005年的泰利风台，上强阵风每秒49.3公尺，第二名是1962年乌北风台上强阵风每秒49.7公尺，第三名是1977年维拉风台上强阵风每秒47.7公尺，康瑞测到上强阵风每秒19.7公尺。根据中央气象署统计，全台上大雨量伫花莲天祥1232.5毫米，宜兰鸳鸯湖1203.5毫米，台中新马镇1035毫米，台中新天宫也661毫米，佮加在陆上甲海上警报拢应解除。
我们在第一波的东北季风这个周末影响我们的时候，整个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有一些间歇的降雨，而在明天的清晨，新竹苗栗受到西北风的影响，也有一些短暂的降雨出现，不过雨势都不会太大。今晚风台离开台湾天气会将遭受东北季风影响，目前有古只有一方面地区较有雨，不过雨势未伤过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大选倒打算剩5天就要办，已经有超过6500名的选民提早来投票。也川普这2天伫咧威斯康星州造势，嘛搁再针对非法移民，讲伊会保护这的查某人离开这移民，无论因是介意也是无介意，拢共款。这嘛搁再互贺锦丽抓着机会大声批评。川普的竞选 partner 范斯31日北卡州海波特大学和少年学生对谈，访问着讲美中南海和印中边界冲突，传唤团队敢有啥物降低区域紧张局势计划？更较重要的是，安怎避免发生需要停兵的状况？对这范斯是直接提台湾问题来回答。Kamala Harris has been sending so many resources to Ukraine, we actually don't have enough to send to Taiwan. So by approaching the Russia-Ukraine situation in the way that we have, we've actually made it more likely that the Chinese will invade Taiwan, and we need to pursue a foreign policy that makes it less likely, and that's what's going to change when Donald Trump is president. 川普伊讲伫亚利桑那州的专访，佮讲到伊2020选举作弊主张。伫威斯康星州造势时阵，伊讲到非法移民的治安问题，讲因爱保护女性，而且佮加一句讲，唔管因介意还是无介意，这嘛引起好几日在来各党各派妇女的谴责。I'm going to do it whether the women like it or not. I'm going to protect them. I'm going to protect them from migrants coming in. It actually is, I think, very offensive to women. 川普伫这场大选的民调是含对手夹正，也唔知影谁会赢。两大阵营催票、纠票、告票的动作一直无停过，选民嘛拢有意愿出来投票。到31为止，已经有破纪录的6500名的选民完成投票。密苏里州杰克森郡选用无条件不在籍选票来投票的民众排到乐堂，平均爱等1点钟才当完成。31嘛拄好拄着万圣节，纽约市是组织几啊万人参加几啊节的大游行。不过游行的政治味是真高，选战内面一寡真含的言论，拢变作大家提出来笑的标语。密西根州霍兰德市一个万圣节的舞会，内面的民众疯问着讲，即马心内上惊是啥物？答案竟然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Well, the fact that Trump could be elected and just everything that he stands for is like what's scary to me. Harris winning, to be honest, it's just a lot of unknowns. Kind of scar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礼拜，新闻世界通继续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探讨。拄则川普的副总统人选范斯则摕台湾来做例，讲若要互中国唔敢来拍台湾，川普应该是唯一的选择。也美国大选候选人的双方看起来即马拢也算是真支持台湾，不过其中的选举也是有小可无同、小可变数。到底台美关系未来选后怎样来变化？新闻世界通今继续请苏美来解剖。美国的新总统会是啥人做？咱台湾人除了看热闹，嘛关心这敢会去影响到台美的关系，也搁有这中国后一步会安怎做？若是对两位候选人讲过来分析，顶一日中国伟大军演了后 ，Trump 就放条讲，若是中国进入台湾，伊就要甲中国扣150%拍进200%的重税。对这来看，咱嘛知影讲 ，Trump 是偏向胜利人的理路。即讲部分的学者就认为讲，若是 Trump 当选，就会增加卖台湾武器，间接嘛去加强到台湾的地缘政治安全。不过，若是万不以台海起冲突 ，Trump 是有去访问着讲，到时阵敢会出兵助台湾。Trump 虽然是无明确的回答，不过伊是讲未来中国袂安尼做。伊的目的就是要暗示讲，若是伊当选，伊就有才调会当处理紧张的局势。换来看何锦丽这边，多数的分析是认为讲，针对台美中的关系，何锦丽是继续行拜登路线，维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过10月中，何锦丽受访的时阵，嘛有去访问到讲，敢会出兵协助台湾。何锦丽是干那回答讲，台湾有权利通好自我防卫，态度无遐尼明确。专家嘛预告讲，若是何锦丽当选了后，要加卖武器给台湾，应该是会注重伫咧防卫功能的这块。
也若台美关系部分，何今呢应该是注心伫咧友好非正式的关系，卖加强印太地区合作。也若是对整体来看，无论是虾米人当选，大概拢是维持对台湾战略含糊、对中国态度重的路线。多谢所美的解剖，继续来关心金华城案上新的进度。台北地方法院今日是召开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的延押庭，裁定要搁押2个月，会押到明年1月初4。台北地方法院差不多是下晡4点半宣布裁定郭文铁要搁再押2个月。民众党是表示，若是检方真正有证据，就赶紧甲起诉；若是无证据，就应该赶紧放人。再来看中国福建省10月29，搁再公布第3批惠台政策，主要是要吸引医护人员去到中国来做工课。有立委是认为讲，这又搁是咧对台湾统战。不过嘛，有学者是认为，中国即届做规，确实因为全球即马医护咧大欠工，嘛中国对咧日本对咧抢台湾的医护人才。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2.5万多个，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这个拜三伫记者会宣布，中国要设福州、马祖三级合作园区。伫前一天，福建省嘛提出惠台政策，鼓励台湾医护人员去中国做工课，佮要提供上侪4000人民币，大约台票18000块的就业奖金。若是护士本身有养老院的工作经验，一档上侪佮会当摕到1万的人民币在职补助，大约是4万高的台票。不过，就台湾的护理师团队认为，这个诱因无够大。COVID-19 以后这个欠工的情形，其实足侪病院拢提出介好的，即个介有诱因的，即个留任的措施费用拢讲甲甚至有8万块，有8万块。你讲即马安尼拿一个12000至14000，好啦，你讲12000至15000啦。这完全无法度竞争啦。有民众认为，中国这届惠台措施是在对台湾进行统战。不过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过后，全球医护人员大欠工，若是中国连日本拢在抢台湾的医护人员。因为这边伊的惠台政策主要是针对着医生甲护士嘛所以我感觉讲这可能甲统战甲无直接的关系。我感觉中国这边提出这措施主要是要解决伊本身的人力也不足、医护人力也不足的问题，因为咱台湾医生这数字有够悬啦所以我感觉真早以前日本嘛抢一个台湾的医生过去。针对国内医护人员认为中国提出的诱因无大、无吸引力，学者嘛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嘛惊福建当地医护人员会感觉无公平，加上香港反送中运动过后，台湾的自主意识愈来愈明显，甲台湾人做同事基层嘛有记录。学者认为这个原因拢是诱因无大、名节无济的原因。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继续来看联合国的粮食单位上新的报告，讲未来半年全世界粮食危机恐惊继续恶化，而且佮特别点名全球的22个国家佮地区，包括有中东的巴勒斯坦佮加沙地区，佮有非洲的苏丹佮南苏丹，佮有马里，这中美洲的海地嘛伫咧内底。因为这战术的冲突甲经济问题、气候变迁的影响，这状况可能会更加严重。尚无数十万人会面临着腰肌失当、欠粮的危机。真侪布棚摆甲万，这是索马利亚真侪无家可归的人暂时住的所在。因若被轰炸过了，厝拢拍远去。加沙居民只好过一个临时所起的简单布棚内面生活，等待以下冲突结束的迄天。联合国粮食机构伫办事报告指出，总共有22个国家甲地区被列做饥饿热点，正需要立即的援助。若无未來幾個月，將會有幾60萬人面臨着飢餓的困境。The most intense, the most terrible situation which is reported is in Gaza. Why? It is not the biggest number, but it is 91% of the population of Gaza is in crisis or worse level of food insecurity. And I think this is over a year, this number hasn't come down.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牛郎组织甲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所发布。报告内面强调，受到冲突、经济危机甲气候变迁这款原因的影响，尤其是即马被拄到的性能现象，会对本来就已经真脆弱的气候热点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其中，海地、马里、巴勒斯坦、南苏丹甲苏丹五个国家面临着气候的困境。另外，包括着查德、黎巴嫩、莫桑比克、缅甸、奈及利亚、叙利亚甲也门，也是互人正担心的热点。报告内面也讲，今年6月更新以来，肯亚、赖索托、纳米比亚甲尼日等所在，因为极端气候冲突、经济无稳定，也个紧急粮食甲农业援助资金减少的原因，已经真侪新增加的严重气候热点地区。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那讲到日本是对1894年就开始咧记录富士山第一场雪地白膜的时机，上早落雪记录是2008年的8月初9，上晚的是1955年甲2016年，拢是10月26才有落雪。不过今年的富士山冬天到即马就已经11月啊，拢煞也未落雪。日本的气象厅人员就表示，可能是因为今年9月搁咧热，这冷空气去牵着。这富士山到当时也未落雪，嘛创下130年来上晚落雪纪录。真侪游客伫咧遮远远看日本的富士山，不过安怎看就是无草冠雪，也就是山顶予雪砍掉的情形。游客会遮尔期待，是因为富士山的草冠雪平均拢是伫咧10月初2左右，不过即马拢已经11月啊，山顶也是光影影，最近创130年来上晚的草冠雪纪录。因为自1894年开始，日本就记录草冠雪时间，上早是2008年8月初9，上晚是1955年甲2016年的10月26。日本气象有部员讲，这可能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日本今年热天除了是有史以来上热，高温也阁一直冻到9月，所以甲冷空气冻掉的无法度挖过来落雪。即马11月初，富士山附近的温度预报差不多是12到19度左右。It was obviously like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given like the weather and just like the overall vibe of it. But now it's like, I mean, I'm rocking up in t-shirt and shorts. Yeah. It kind of doesn't feel the same, so I'm kind of regretting wearing long pants. Yeah. 美国夏威夷上悬的山毛纳基火山雪已经连续落2天啊，已经有5公分深，或者看起来敢若仙境同款。虽然夏威夷是纬度较低的热带都市，算是富极地气候，不过毛纳基火山海拔4207公尺，那水气把温度低就会落雪。We are still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winter season, so certainly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there is absolutely the chance for snow to fall on Mauna Kea. 气象学家讲，夏威夷的山北部个月拢落雪记录，就算伫6月热天，也可能因为一场大雷光雨和温度降低，山顶逐渐落雪。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夏威夷历史上上低的温度是1979年5月17，伫毛纳基山顶所测到的摄氏-11度。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讲到美国的国家公园最近是小连续咧闹通害，加州的超大三马国家公园最近就退一期，已经超过2200岁，世界上大丛的树仔做健康检查。研究人员是吊索啊爬起哩85公尺悬的大树面顶，替树仔来看诊。场面壮观，嘛是世上罕见。加州的旧山国家公园远远看过去，拢是正悬的古树。其中知名度上悬的是即场用南北战争期间北平将领威廉·薛曼获名的薛曼将军树。因2200岁，被尊称是这片森林巨人的阿公。85公尺悬的薛曼将军树是内华达山脉内底原生种的巨杉。这种树仔用活3000年，体积阁是地球上上大的。汉草正好的研究人员用锁吊挂爬起树身了后，看起来亲像爬嗰咧和游记大人国的树仔同款，互下骹围观的记者甲群众对这种这么大的树仔是真懊恼。美国国家公园最近连续爆发牛仔入侵的问题，造成70丛珍贵的巨杉死亡。为了保险，高森林协会第一摆为雪曼将军树做健康检查，由专家详细观察树皮、树尾是毋是有树皮牛仔起过空。若是有，当场就要来做处理，亲像是喷水去除树尾，或者是使用化学药剂。
若是无去处理，这个牛仔半年之内就应开始一场大树。 When we climbed up, we didn't know what level of beetle activity was going to be in the General Sherman tree. We found a little bit of activity, but on the whole, it seems to be a very healthy tree that's able to defend off any beetle attack. 1890年成立的鼓山国家公园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创立的第3个自然保育地，每年吸引100多万游客。2011年内华达山脉作物野火。 火势向鼓山公园传过来，消防人员佮赶紧赶过来，将小曼将军树包防火毯，以防万一。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后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